丹那市风灾复原工作持续进行，相关局处出动大批人力以及机构协助复原工作，同时办理伪造金申请。截至目前，已经收到2万多件申请，求呼吁符合资格民众把申请期限尽早提出申请。我们现在目前的未驻金的申请案件已经达到2万多件，也就是说，我们的灾民的部分针对这一块的配合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良好。那我们也希望说，符合条件的灾民能够赶快来提出申请。为何受灾民众尽早摕到补助？台南市灾区联合服务中心假日无休困，并加派服务助理协助民众办理申请。民政局还是秉持的市长所指示的3大原则，要便民、迅速跟贴心。那所以你看，在6日昨天礼拜6、礼拜天我们都是没有休息的。那我们也设置单一窗口然后我们也有助理的一个服务那在迅速的方面呢，我们也启动了跨区资源的一个机制，有充足的人力来协助基层的公所来做一个受理的一个作业。在贴心方面呢，我们主动关怀也有到那个大宅的服务那整个跨区资源的一个人力，我们整合了我们民政系统，有我们民政局、户政事务所还有区公所累计到目前为止有516人次那受理的情形呢，我们总受理的案件是服务案件其实我们的件数除了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污损的部分，其实在车损或者是我们农损的部分，通通都是在公所来做受理早至27日，环保局已经累计出动18645人次，以及3366车次进行清运作业，累计清出高达19400公吨废弃物。截至昨天为止，我们总共出动了18645个人积聚3366辆次，那已经清理了19400公吨的垃圾。那昨天在记者会，我大概也有同时也来报告，我们到昨天为止是清了18800公吨，所以其实我们就这样一天的时间，我们清洁队又很辛苦的去清了600吨的这个垃圾那目前针对这个暂置区的部分，那整个一个因应我们大概我们希望整个台南市的这个包括这个灾区的垃圾处理跟清运是能够恢复到我们以往的这个的作业规范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原本区公所暂置区已经都来陆续来封闭那也避免成为一些不孝分子乱弃置垃圾或者是事业废弃物的一个地方大澳毁损伪造金申请案件总共有21609件，受理期限到8月29日，收批款项已经在7月25日陆续汇入公所，近期公所也陆续将伪造金汇去申请民众户头。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